歡迎收聽 YK 陪你說書聊天，我係 YK， 今日陪你說書。喺呢個資訊爆炸嘅時代，我哋每一日，我哋嘅手機都彈出好多嘅信息，喺社交媒體上邊有好多嘅短片，甚至當我哋收到工之後，喺個人嘅時間，亦都可能會被無止境嘅加班文化侵蝕。身在香港，更深刻體會到呢個快節奏、高效率嘅職場，要求我哋時刻保持警醒同埋輸出，但同時越來越多朋友都開始重視工作同埋生活嘅平衡，渴望能夠有一個屬於自己嘅空間同埋節奏。喺咁樣嘅環境之下，點樣可以將呢啲嘅碎片資訊轉化為真正嘅知識同埋智慧呢？進而掌控自己嘅人生，就成為我哋每一個人都需要思考嘅課題。上一集我哋從巨人的筆記呢本書學咗記錄點樣去幫助我哋從筆記走向知識，甚至攞翻我哋自己人生嘅主導權。今日我哋會繼續分享呢一本書，金教授喺裏邊提出嘅記錄型人類，以及佢所提倡成長機制三部曲：記錄、再記錄、持續記錄。睇睇呢啲嘅方法可以點樣去幫助我哋喺職場打拼嘅人，將資訊化為智慧，活出精彩嘅人生。我哋成日都會講，知識就是力量，但係究竟乜嘢係知識呢？佢與資訊、智慧有啲咩分別呢？金教授有一個好好嘅解釋，資訊就好似咖啡同埋點心擺喺你面前，純粹原始嘅一個事實。而當呢啲嘅資訊經過你嘅大腦，加上一啲敘事，又或者連結，就係呢一邊食點心一邊嘆咖啡更美味，呢個就成為咗你嘅知識。康德哲學話俾我哋聽，人類只承認自己接受感受到嘅嘢。換句話講，當我哋出於自身需要需求嘅時候，將資訊與其他嘅事物連結埋一齊，讓佢活喺我哋嘅內在，資訊先會真正成為我哋嘅知識。當你將呢啲嘅結合現有嘅知識，依住自己嘅意志做出判斷同埋採取行動嘅時候，嗰啲就係智慧，亦就係話我哋常常講嘅技巧或者叫做領悟。舉個例子，假如你係一位好鍾意煮嘢食嘅人，想學一道新菜，就係泰式咖喱雞。喺網絡上邊，你揾到食譜呢啲嘅資訊，上面會列出咖喱醬、椰醬、雞肉、四季豆、九層塔、魚露、糖呢啲嘅材料嘅清單，以及會寫你先炒香啲咖喱醬，再加入椰醬煮滾佢，擺入雞肉、四季豆，最後再加魚露調味品，跟住呢再起鑊嘅時候擺一啲九層塔。呢啲嘅步驟都係原始嘅資訊，純材料同埋步驟嘅描述同埋一啲嘅資料。你按住呢啲食譜做咗幾次之後，你就發現第一次做出嚟嘅咖喱味道有啲淡，第二次你就會加多一點嘅魚露或者糖，味道平衡咗。第三次你會發現，先將嗰啲雞肉稍微煎一煎佢，再加入嘅時候，個口感會更加嘅好。呢啲就係你透過你嘅實踐嘅經驗，將資訊同自己嘅經驗連結起嚟，就內化成為你嘅領悟。而家你知道嘅唔單止係食譜上邊嘅文字，更加知道點樣去調校嗰個嘅比例，點樣去處理食材先可以提升嗰個口感。呢啲嘅心得就係你嘅知識啦。呢個時候，如果有人問你咖喱應該點樣去做啊，你唔會淨係照住嗰個食譜咁樣講，你會講話你先炒香嗰啲嘅咖喱醬之後，椰醬要分層次擺落去，會更加嘅濃郁。雞肉最好先煎過，會更加嘅香。最後擺魚露同埋糖呢，要自己試味道，攞嗰個嘅平衡。當你對泰式咖喱雞嘅做法已經非常之純熟，你掌握咗其中嘅精髓，你就能夠舉一反三。
例如喺屋企臨時冇四季豆，你可以用竹筍或者椰菜嚟代替。如果有啲人唔食辣，你知道可以點樣去減少咖喱醬嗰啲嘅用量，甚至你可以根據你客人或者家人嘅口味調配嗰個味道，加入多啲香料或者減少某一啲嘅甜度，創造出一個獨一無二嘅自家風味嘅泰式咖喱雞。呢個時候你再唔係單純跟住嗰個嘅食譜嘅執行者啦，而係你能夠根據嗰個實際情況，按住現有嘅知識靈活變通，創造出新嘅價值嘅一個人。呢個就係你嘅智慧，你已經有咗掌控咖喱嘅技巧同埋領悟個中嘅道理。所以記錄唔單止係一個單純嘅抄寫，而係幫助你將資訊整理成為知識，最終升華成為智慧嘅一個強大工具。金教授為我哋提供咗一個清晰成長嘅路徑，佢稱之為成長機制三部曲，可以分為3個嘅階段。第一階段記錄，呢個係基礎，透過記錄筆記培養你對知識、心態、技巧，例如記錄對話、諗法嘅筆記，呢啲嘅內化成為知識。你試想下，你參加一個關於AI 生成嘅內容嘅線上講座，筆記唔單止係抄寫講者嘅話，而係思考。你會思考呢個技巧點樣喺我嘅工作當中被應用呢？你會將自己嘅諗法寫低，呢個就係將資訊內化成為知識嘅一個過程。第二個階段就係再記錄，呢個唔係一個簡單嘅抄寫，而係透過內化同埋分類，重新整理，提升記錄嘅內容。金教授將呢個比喻為對一個原石嘅琢磨嘅加工，將佢成為一個閃耀嘅寶石。喺香港職場，效率係關鍵。收咗工之後，你可能需要將講座嘅筆記裏邊嘅關鍵字整理一份精簡嘅報告，提出幾個有關 AI 生成喺公司行銷上邊嘅應用方案。呢個經過你思考整理嘅再記錄，比原始嘅筆記更有價值。喺第3階段持續記錄，呢個就係將你成長成為一個習慣嘅重要過程。當你習慣記錄，你嘅人生就會改變。冇諗住一口氣就完成驚天動地嘅大事，而係每一日、每周、每月一點一滴咁樣去實踐。你會發現自己不斷成長，就好似馬拉松選手一樣，佢哋唔係一次過就能夠可以跑完全程，佢哋係透過每一日嘅堅持訓練，日積月累嘅先能夠達到呢個馬拉松選手嘅目標。呢個係一個持續精進嘅過程，讓你從一個被動接收資訊嘅資訊人，變成一個主動創造知識同埋智慧嘅記錄型人類。咁點樣先可以具體做到呢？金教授分享佢嘅學習同埋思考上邊嘅記錄法。喺現今咁急速嘅職場裏邊，終身學習係必須噶啦。書本裏邊話俾我哋聽，學習記錄法係能夠幫助我哋更有效地吸收知識。閱讀時做標記同埋思考，直接喺書本上邊圈關鍵字、畫線，喺空白嘅地方寫低自己嘅心得同埋一啲嘅關鍵字。重要嘅就係邊睇邊思考邊內化。即使你寫得唔靚，你自己睇得懂就可以啦。當你喺度讀一本書，呢本書係關於市場趨勢嘅報告，你唔係被動接收，而係主動咁樣去思考。你會一路睇嘅時候，一路咁樣諗，呢個嘅趨勢對我所屬嘅產業有啲咩影響呢？我嘅公司應該點樣去應對呢？然後就將你所得到嘅思考嘅結果寫低。呢個就好似同書一個嘅對話，同作者一個對話，一個嘅過程，你係主動嘅。章節同埋全書嘅摘要，讀完一個章節喺腦裏邊重新整理，並且寫喺筆記簿上邊。讀完一本書之後，你可以再睇一次目錄，回想翻內容嘅脈絡，又或者瀏覽一下你所 mark 低嘅嗰啲嘅便條，然後用自己嘅方式
重新記錄關鍵字嘅排序。金教授強調，最終嘅目的係要你留低內化過嘅東西，就好似你參加一個專業嘅研討會，你需要寫一份簡報俾你嘅老闆，呢份嘅簡報就係你對研討會內容嘅摘要同埋內化。面對深奧嘅書籍，我哋要放慢自己嘅速度，唔好勉強一次過就逼自己要讀識所有嘅內容。金教授建議放慢速度，1小時只係讀10頁，然後再重複再讀呢10頁，你就會更快理解呢本書嘅內容同埋架構。呢個時候就能夠深入地記錄同埋思考。就好似我哋啱啱入行，面對複雜嘅財務報表嘅時候，一開始摸不着頭腦，就會放慢速度，逐項去理解，甚至查閱相關嘅資料，慢慢你就會睇得懂其中嘅門道啦，提升你嘅記憶力。記錄然後重複講一次。金教授就話記錄型嘅記憶法就係記錄，然後再用你自己說話講出嚟講一次。佢認為記錄有3個嘅淬煉：解讀、寫筆記、回顧筆記，以及最後要用言語同埋文字重新表述。舉個例子，你喺度預備一個重要嘅提案，你會先將提案寫落嚟，重點寫落嚟，然後對住塊鏡同埋或者係同事或者屋企人將內容講一次。喺呢個講出嚟嘅過程裏邊，能夠幫助你更深入理解同埋記憶，將知識真正成為你自己嘅知識。學習有3大原則：確定就係要你明確理解學過嘅內容，能夠向人表述講解。第2就係摘要，寫低關鍵字，以便回憶全部嘅知識。第3就係整合，根據你自己嘅諗法，重新編排關鍵字，將學到嘅知識編輯成為實用嘅內容，解決高難度嘅問題。呢一套嘅學習方法唔係單單教我哋吸收知識，更加係教我哋點樣去將呢啲嘅知識轉化成為自己嘅智慧。呢個對人喺職場上邊同埋成長上邊係重要㗎。喺香港職場，人際互動頻密，對話獲取知識係一個重要嘅來源。金教授非常之熱衷於對話，佢認為人與人之間嘅對話就好似一種嘅閱讀，係一種累積知識嘅過程。喺對話當中，我哋會遇見比書本知識更自由、更生動、更有潛力嘅知識。咁點樣可以有效地記錄對話呢？你要記得對話嘅過程裏邊，唔好好似記者咁樣每一句每一個字咁樣去記錄落嚟，咁會讓你忽略咗對話有效性，同埋俾到對方都覺得好奇怪。你只要記住自己同埋對方所講嘅關鍵字，呢啲嘅關鍵字足以能夠幫助你回想翻起整個嘅過程嘅對話同埋思考裏邊嘅內容。想象下，你同一個客戶開會，你唔需要逐字咁樣去記錄，你只需要捉住客戶嘅核心要求、關鍵嘅疑慮同埋合作嘅意向，將呢啲嘅內容關鍵字記錄落嚟，找住隱藏嘅智慧。喺對話嘅時候，要活用瞬間思考，諗諗對話嘅目的係乜嘢，識別自己嘅情緒狀態，理解對方言語表達嘅感受同埋表情。呢啲嘅同理心同埋體諒，能夠讓對話帶來更豐富嘅成長同埋新嘅知識。例如，當你同你老闆討論工作嘅項目嘅時候，除咗記錄老闆嘅指示，亦都要留意佢嘅語氣同埋表情，判斷佢對呢個項目嘅重視程度同埋佢背後嘅期望。呢個能夠幫助你更全面理解同埋做好佢所交俾你嘅工作。對話唔單止係言語嘅交流，更加係想法、情感嘅交流。透過記錄，我哋可以從中提煉出寶貴嘅智慧。另一方面，你唔知有冇試過覺得腦袋裏邊空空，諗唔到新嘅 idea， 冇新嘅點子。金教授認為靈感同埋點子唔係突然湧現嘅，
而係將內在嘅想法提煉出嚟。對佢嚟講，攞住筆喺度記錄書寫係一個思考嘅過程。記錄係思考嘅熱身運動。當你努力諗點子，但係諗嚟諗去都冇結果，持續付出努力，並且將嗰個嘅過程筆記寫落嚟嘅時候，成個過程裏邊就會留低一個我一定要得到某些點子嘅強烈印象。就好似你喺度諗緊一個計劃，諗緊一個活動嘅時候，你冇頭緒點樣去做，但係你不斷將你嘅諗法寫低，總之腦海裏邊出現啲乜嘢嘅點子或者想法，你就照寫，無論幾咁零碎，你呢一種寫嘅動作本身就係啟動你嘅思維。然後當你去努力將呢啲嘅思維思想嘅內容記錄低，累積想法越多嘅時候，你嘅品質就會越有機會改變，帶嚟會有更多嘅點子。例如你要為公司諗一個新嘅產品，記錄咗好多零碎嘅市場觀察、客戶嘅回饋、競爭對手嘅分析，呢啲看似好混亂嘅資訊，喺你不斷思考同埋記錄之下，最終可能會產生出一個劃時代創新嘅點子。思考要銜接，以至到呢，我哋有一種產生心流嘅過程。書裏邊講話要培養不被其他意念打斷，持續思考同一件事嘅能力。記錄可以幫助我哋將看似混亂嘅諗法加入邏輯性，同埋進行分類，進入心流嘅狀態，就係一種完全投入嘅心理狀態，讓你感受到高度嘅愉悅同埋控制感。例如你有一個問題非要解決不可，你可以坐低攞一本相關嘅書閱讀，然後起身行下做筆記，順便將呢個問題繼續喺你嘅思想裏邊思考你之前讀嘅書揾嘅資料，喺解決呢個問題事情上邊到底有啲咩嘢係俾到啲啟發。你食飯又好，你揾朋友去講又好，你不斷就係都思考，並且你可以同身邊人去分享你嘅諗法，然後再重新仔細去諗呢啲嘅點子，然後不斷繼續諗，不斷繼續諗，呢一種順其自然不斷喺腦裏邊思考嘅狀態就叫做心流。記錄潛意識，如果你想改變習慣或者行為，需要呢檢視潛意識，記錄目前嘅狀況、我嘅情感、過去嘅經驗，呢三件事可以幫助你更加接近理解潛意識，進行轉向正面。例如你總係有一個拖延嘅習慣，一遇到啲重要工作或者事情呢，你都會有拖延嘅，咁你就要記錄低，我而家呢個感覺係乜嘢呢？可能你會有種焦慮，好抗拒，點解呢？過去有冇類似嘅經驗？係咪因為怕失敗而拖延呢？通過呢啲嘅問題同埋記錄，你可能會發現潛意識裏邊嘅恐懼，而揾到解決嘅方法。總之，作為喺職場工作嘅人，我哋每一日都要面對形形色色嘅挑戰同埋機會。喺節奏急速嘅香港職場裏邊，記錄唔單止係整理資訊嘅工具，亦都係能夠提升我哋嘅自我、累積內在資產嘅關鍵。透過金教授呢一本書，記錄、再記錄、持續記錄三個步驟，無論學習新知識，從對話中吸取智慧，定係激發創意嘅思考，我哋都能夠成為主導自己人生嘅記錄型人類。我深信你今日寫低嘅每一行嘅筆記，都係你未來成為巨人嘅墊腳石。讓我哋一起記錄，開始呢一趟持續精進嘅旅程。多謝你聽到最後，歡迎你留言或者 email 俾我，分享你嘅得着同埋諗法。巨人的筆記希望能夠幫到你。如果你覺得呢一集內容好有幫助，請你分享俾一位有需要嘅朋友。節目到呢度，下次再見，拜拜。